一欢，难道你真的是要来夺走这一切的？那鳌拜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已经安排人全力的在救治鳌拜了，可他的病情始终是不见好转呢。这可麻烦了，他一手打造的情报网，难道就这么一直瘫痪下去了吗？当初可是你负责监管鳌拜的呀，他是在你的眼皮底下被人毒疯的呀，而你又查不出这下毒的人，又迟迟治不好他的病。索陀，在，哀家可知道，鳌拜可是你最痛恨的对手啊，你可不能因私害公啊！太皇太后，您真的是冤枉奴才了。奴才虽然和鳌拜一直有些不和，可绝对不会因私害公，公报私仇啊。这其实毒害鳌拜之人，奴才一直有一个怀疑的对象，可因为苦无证据，所以不敢说出来。哀家信你，你但说无妨。多谢太皇太后。其实奴才监管鳌拜府邸的时候，这李太医却可以凭着皇上的密诏，自由地进出鳌拜府邸。如此大事，你为什么一直隐瞒着不报？太皇太后，这皇上一直对李氏兄妹宠信有加，奴才手里没有真凭实据，岂敢胡言乱说呀？再说了，这李太医拿着皇上的密诏，皇上会不会在暗中对他有所交代？奴才也把握不住，所以就糊涂啊！皇上即使是有此念头，也是在鳌拜交出情报网之后啊，他岂能如此沉不住气呀？对，是奴才一时糊涂了。传言说李氏兄妹是反清联盟的奸细，鳌拜要是真的是被李太医毒疯的，那他兄妹二人的身份就更可疑了。索陀，奴才在，你一定要继续的想办法，全力的医治好鳌拜。奴才谨遵太皇太后懿旨。起来吧。这。一欢，这会儿你可真是让大师兄伤心了。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他伤心，所以才选择出走的。傻妹妹，你要说我嘛，已经了无牵挂，倒是可以一走了之。是我自愿继续留在宫里协助大师兄，而你，就算大师兄肯放手，你爹和诸位师长，他们能放手吗？你又能逃到哪儿去呢？雪姐姐，别老提这些让我心烦的事儿了。我想明白了，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与其愁白了头发，不如好吃好喝的过好以后的每一天呢。真是羡慕你这个性子，天大的事情都能一笑了之。哎，雪姐姐，如果你一直留在皇宫的话，那皇上会不会对你……放心吧，康熙虽然表面恕了我的罪，但他对我还是有戒心的。看来以后不会再要动临幸我的念头，这样挺好，我也不用再费尽心思去应付他了。环佩，朱哥哥，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太医院的王太医被太皇太后叫了过去，回来以后，我问他有什么事情，他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，我便留了个心眼。后来我发现，他煎了一剂药，从药渣的成分来看，应该是治疗失心疯的方子。失心疯？太皇太后不会得了失心疯了吧？不可能啊，她明明好好的呀。难道这个药是给鳌拜煎的？还是倾城的心思缜密。当时我也有此疑心，就悄悄去找了李公公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李公公说，
太皇太后正在命索额图悄悄医治鳌拜。太皇太后想要医治好鳌拜，应该就是为了要对付你们两个。这只是原因之一。鳌拜发疯以后，他所掌控的情报网络一直处于瘫痪状态。康熙想尽了办法，也无从下手。但是，一旦太皇太后治好了鳌拜的失心疯，那么鳌拜就只能乖乖地交出他所掌控的情报网络。朱哥哥、学姐姐，咱们也别太过于担心，这个迷魂散之毒很难解的，即使解了，中毒之人的神智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的。再说，我们之前不是一直怀疑是索额图毒疯鳌拜的吗？那索额图肯定不会医好鳌拜的。现在也只能这么希望了，否则一旦治好鳌拜的失心疯，我们的身份就都暴露了。不如，我们想个办法除掉鳌拜。来不及了，太皇太后已经加强了对鳌拜的保护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动手，不仅很难得手，还容易暴露自己。眼下之际，也只有依靠李公公，让他盯着太皇太后和索额图那边的动静，一旦发现情形不对，咱们马上撤离。现在也只能这么应付了。环梅，我有点后悔了，我不该劝你回来的。我这不是担心你跟学姐姐吗？我肯定会回来的。你真的只担心我们吗？只怕你是放不下另外一个人吧？大师兄，小师妹一定是担心我们两个的。眼下形势很复杂，我们应该放下一切杂念，一切以大业为重啊！此处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走。彭元帅，在。你拿着老夫的手谕，前去调8000人马，一定要把敌人斩杀于阵前。末将遵命。老爷，快把药喝了吧。不喝，这玩意儿太苦。有糖吗？我的糖呢？你给我糖！我的糖，我的糖！你给我糖，我的糖哪儿去了？你给我糖，我的糖呢？我的糖呢？我的糖去哪儿了？啊！糖在哪儿？你小心点。老三，我的糖呢？去按住敖大人，让他吃药。是。糖。你们干什么？你别管我！我要找糖，找糖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糖！把药给我！放开我！我的糖！你们都想害我！鳌拜，该吃药了。听话。我不喝药，我要糖！把这碗药喝了，我就给你糖吃，好不好啊？你给我糖，我不喝药。鳌拜啊，这药啊，是太皇太后亲自让太医院的院判为你配制的药，你可不要辜负了太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啊！来，乖乖的把药喝了，喝。太皇太后，对啊，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哎，哎，不错啊，姨父，看来治疗这段时间还是略有起色。希望如此吧。好了，把它放了。这，鳌拜，你往上看，我赏你颗糖吃。糖。鳌拜，虽然你是我赫舍李氏一族的大弟，我的糖，现在看到你这么疯疯癫癫的，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。哪儿去了？半年前，你让我向皇上进言，
我拒绝了你。我的糖。但现在形势变了，这李氏兄妹成了朝廷的大敌，威胁到了皇上。看来我不得不放弃前嫌，全力救治你了。我可不想真的成为大清的罪人呐！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太后太后，太后，太皇太后，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这鳌拜的病情虽未痊愈，但已经渐渐的好转了啊。虽然他现在还是有点胡言乱语，可是今天我提到太皇太后对他的病情关心，他竟然有了些反应啊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“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”。原来如此。李德福，奴才在。你陪哀家出宫一趟，不必大张旗鼓，别让皇上知道。这，太皇太后，您这是要去见见鳌拜吗？正是，哀家得去见见这个人。你们这些宿敌，他可能认不得了，但是哀家和他却是有一辈子交情的人了，说不定他见了哀家就能清醒过来。奴才索额图给太皇太后请安了。平身吧。这鳌拜他怎么样？鳌拜还是老样子，疯疯癫癫的。太皇太后，您稍坐，我过去叫叫他。鳌拜，别胡闹了，太皇太后来看你了。飞龙，看来这鳌拜还真疯了，连哀家都不认得了。是啊，太皇太后，他现在啊不光疯了，连药都不吃了。李德福啊，你服侍他，让他把这碗药喝下去。这，敖大人，这药可是太皇太后专门为你的病让太医熬制的，把药喝了吧。我没病，我不喝药，我要吃的，我要吃的，不好吃，你不好吃，你滚开！小心点，别把药弄洒了。敖大人，先把药喝了，喝了药以后呢，就给你好吃的了。鳌拜呀，敖大人，老贼耶！有哀家在，谁敢欺负你呀？喝了吧，啊！有好吃的啊，先喝药。你就是个大骗子！哎呀，大骗子！这要不要紧呢？太皇太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事没事。李德福，哎，你回宫吧啊，换身衣服啊，不必再回来了啊。哀家今天就是来看鳌拜的，此事啊可不能跟别人说啊，记住了。奴才谨遵太皇太后懿旨。去吧，去吧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
那太医熬的药还有富裕的吗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还有一壶呢。端上来。这，把药拿过来。这，嘿嘿嘿。跳，跳。哀家还不信了呢。这回啊，是哀家亲自慰慰你啊！你得啊，给个面子啊！太皇太后啊，您可注意安全，他可疯得很。我不怕他。鳌拜，你玩的挺好啊。这次啊，是哀家亲自为你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听好了啊，这里的药材啊都是域外进贡的，知道吗？平日里啊，皇上和哀家御用的都是稀奇宝贵的东西啊。没事儿，你就把它喝下去啊！来，哀家慰慰你啊！哎，喝了这个药，你就会好了。来，张嘴喽！哎，喝了不？哎呦，哎，正好，再来一口，来，来，来，哎，再来一口，张，哎哎张，哎，你额娘都没对你这样过。来把这个喝了。来，太皇太后如此的垂怜罪臣，罪臣后悔莫及呀！太皇太后，这鳌拜怎么突然正常了？哎呀！老贼呀，原来你是装疯啊！啊，你挺能演的，像个戏子，接着演呢。罪臣也是万不得已呀，太皇太后，罪臣今日才能盼到您凤驾光临。罪臣，太皇太后，罪臣有要事启奏，此事事关皇上和我大清江山的安危呀！什么？太皇太后去见了鳌拜？索图向太皇太后禀报说，鳌拜的病已经有起色，他已经能够记起太皇太后了。于是太皇太后就决定去探望鳌拜，不过他没有大张旗鼓，他只是带了我、索图、纳赛还有2个嬷嬷。太皇太后见到鳌拜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太皇太后见到鳌拜，让我给他喂药。鳌拜突然间一碗药，哗，泼了我一身一脸。然后太皇太后就让我回去换衣服。后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鳌拜拿药泼了你一身啊！鳌拜拿药泼了你一身。如果他只是疯病发作，倒也罢了；可如果他是故意而为，那这件事情可就大大不妙了啊！那就是说明鳌拜的疯病很有可能已经好了，他是在继续装疯，故意支开你，是要向太皇太后单独密奏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！说不定我们都被鳌拜给骗了，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疯。当初我们始终查不到究竟是谁下的毒，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可能性，这个毒很可能是鳌拜自己下的，而且分量很轻，又事先安排了身边的亲信，在事后给他服下解药，他自己则继续装疯，瞒过了我们所有人。那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也有点怀疑了。那鳌拜既然能够制出大补丸之毒，这说明他对毒药是有一定了解的。那他泼了我一脸一身，这显然就是故意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的身份岂不是都会暴露了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我说吧，让你们早点撤离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！特别是这个易欢，明明人已经走了，还回来干什么呀？叔父先别着急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随机应变了。在没有确定鳌拜是不是真的装疯之前，我们要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，想好相应的对策。哎呀，终于批完了，这个真累的呀。龙小弟辛苦了，要不要我给你持家？好啊，来。老大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肯跟朕回来，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。朕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能持续下去。龙小弟，我不敢去想什么永远，我只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上次你在万花楼里跳的那个剑舞，好美啊！你能不能给朕再跳一个？其实啊，那根本不是舞蹈，是一套剑法，我给它改编成舞蹈了。而且，其实作为剑法，也得2个人一起来使，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。哦，所以龙小弟，与其我舞给你看，不如我们2个一起舞啊！我教你，这样不是更好？好啊，老大，你要是肯教朕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。哎，只不过就怕自己太笨，被老大笑话了。笨没关系啊，你的学费多给我1倍就好了。哎，老大，你这贪财贪吃的本性，朕看这辈子是真改不了了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太皇太后，您吉祥。李德福，哎呀，这老贼把这汤药喷在你身上，有没有烫着？谢太皇太后关心，奴才无大碍。那还好。太皇太后，那鳌拜见到太皇太后的圣颜，病情有没有好转啊？还那样，你先下去吧。这。他忘了哀家是谁，是太皇太后，就是铁嘴钢牙，也能撬开他的嘴。看有谁如此胆大包天！转个身，再打个花，对，刺出去，对。转身，肩到这儿，上步，转圈打一个花。上步。哎，对，反转身，嘿，不错，龙小弟，一点就通，练武奇才啊你！还是老大教导有方嘛。皇上。太皇太后，请您过去一见。哎，肯定是因为你这次出宫的事情啊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朕一定会保护你的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奴才李德福给太皇太后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李德福，奴才在。哀家家乡蒙古王爷给哀家捎来了一封家信。
哀家要跟皇上聊聊家常，你们都各自下去吧。这。看来皇祖母不是要拉着孙儿聊家常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孙儿谈吧？是啊，哀家要告诉皇上的是关乎大清朝的国族，你可要冷静地对待。你还认得这个吗？当然认得。据说崇祯皇帝预感乾明气数已尽，把所有国库里的宝物全都藏了起来，排名各行各业的能人异士潜伏在全国各地，以备将来反抗清廷时之用。为了让后人找到这个宝藏，他们以能工巧匠打造了这个铜匣，还将藏宝图和潜伏在全国各地奸细的名单放在这个铜匣之中。若要打开这个铜匣，必须同时集齐3把金钥匙。这3把金钥匙呢，第一把是在台湾的郑经手中，第2把是在乾明余孽李定国手里，还有1把是在吴三桂手里。你想拿到它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皇祖母，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得到这3把金钥匙，铲除乾明势力，把铜匣里的藏宝图为我大清所用。这是你皇爷爷用过的宝剑，这剑不错呀，是一把好剑。皇祖母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那李一欢交给你的铜匣，分明是假的，你还相信他，对你忠心耿耿，用情至深吗？真没想到，鳌拜这个老狐狸，居然能够如此的隐忍。那他有没有在太皇太后面前说你的不是？没有。经过这半年的捐戒，鳌拜算是想明白了，也没有以前那么跋扈了。他现在出来后，矛头没有指向我们，只是一心想要扳倒李氏兄妹，重新赢得太皇太后还有皇上的信任。如此是最好不过。本宫这悬了大半年的心，也总算是可以放下了。皇后，这皇上对李一欢用情很深，现在知道了李一欢的真实身份，他的心情一定很难过。所以皇后在皇上面前，千万不可露出幸灾乐祸之色，反而要更加的谨言慎行才是。三叔放心，本宫也是在这宫里待了许多年头的，自有分寸。是。皇祖母，可能这期间另有隐情，也许易欢他自己也不知情。从鳌拜府里拿到这个铜匣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是个假的呀。皇上啊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也亲政了，大权在握了。哀家这个老太婆的话，都不及一个小姑娘的话有分量了。皇祖母，您何出此言啊？在孙儿的心中，您一直是孙儿最亲之人了。唉，皇上不必这样哄我这个老太婆开心了。你是大清的帝王，你既然不顾你自身的安危，国事不理，竟然擅自出宫，去追寻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。你说，你把大清朝的千万子民置于何处？
你把咱们老祖宗努尔哈赤建立的大清朝置于何处？皇祖母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是凡人，也有七情六欲。孙儿自8岁登基，一直从未有过寻常孩童该有的乐趣。孙儿自亲政以后，更是日日忙于国事，不敢稍有懈怠。有时候，孙儿真的觉得很累，所以稍有任性，也是略作放松，还请皇祖母体谅。哀家能够体谅你，你能够体谅哀家吗？你父皇临终托孤的情景，时时想起，都历历在目。唉，母子一场啊，生离死别呀，那种痛苦，哀家是无人可说，无处可诉啊。因为哀家那时候竟没有时间去悲哀，去哭泣，只有想着急于把你扶上龙椅，保护好你。皇祖母，不能让祖宗留下来的大清朝让旁人占据。想家那时候你才虚8岁，你这祖母就把你扶上了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，把这千军万军的重担压在你那么小小的肩上。哎呀，想想这些就心痛。这怪谁呢？怪你那皇爷爷迷恋上了海兰珠，还是怪你那父皇迷恋上了董鄂妃？他们父子两个当时正当壮年呢，就撒手西去了，把这摇摇欲坠的大清朝就留给了你我祖孙俩。哎，这都是命啊！想想那褒姒至于周幽王，那西施至于吴王，那赵飞燕又至于汉成帝，梁玉环呢，又至于唐玄宗。这历史上为了女色而误了国的帝王还少吗？皇祖母，孙儿，如今你身边这位李易欢，看来他要比起赵飞燕呐、西施啊这些人，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前者呢，也不过是徒有美色而已。而这李欢身怀绝技，他可是大清的宿敌，握在你身边的一条毒蛇。皇祖母，易欢绝非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这不过都是鳌拜报复朕和易欢，他使的挑拨离间之计而已。
皇上啊，你不能执迷不悟了。你可知道，哀家今天出去见了一位故人吗？皇祖母出宫了。是啊，虽然不知，当然不能让你知道。你要是知道了，我出得去出不去都难说。知道是谁吗？鳌拜。鳌拜？对，他不是疯了吗？不，他没疯，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装疯。这老贼呀，装得还挺像，把所有的人都骗了。来，把这都喝了。来，太皇太后如此的垂怜罪臣，罪臣后悔莫及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老贼呀，原来你是装疯啊！太后，太后，罪臣有要事启奏，此事事关皇上和我大清江山的安危呀！这个老匹夫，之前就擅权专政，现在又装疯骗朕，还敢挑拨离间，诬陷朕的知己，这样追治他的欺君之罪，诛他九族。哎呀，你是皇上，皇上嘛，就只有臣子，何有知己呀？皇祖母，哎呀，今天说起这李宜欢是反清的余孽，你怎么就沉不住气了？哎呀，怪不得这鳌拜呢装疯卖傻的隐瞒秘密，要不是遇到哀家，他不会说出这么许多的事情来。他知道皇上不信他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是不是要杀他的头啊？会累及他的九族。皇祖母，鳌拜的话不能信。之前他就圈地误国，党同伐异，朕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，他说杀就杀了。这样的一个逆臣贼子，他说的话，朕不会相信。皇祖母，你也不该相信。皇上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鳌拜和哀家都是侍奉过大清3代君王的老人了，他撒没撒谎，骗得过哀家这双眼睛吗？鳌拜啊，起来说话吧。罪臣不敢。不敢？你敢杀皇上？尽管皇上是先想杀你，可是他是君，你是臣，你居然敢弑君？那时罪臣是猪油蒙了心呐，请太皇太后恕罪。好了，这本老账呢就翻过去了，还是坐下来说话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坐下吧。有何事想禀报哀家呀？太皇太后，只要您老人家能让皇上保罪臣不死，并且不累及罪臣的族人，罪臣就把所得的所有情报都上呈给朝廷，由太皇太后和皇上来决断。鳌拜呀，你可是曾经救过太宗皇帝的人呐。那顺治皇帝铲除多尔衮的时候，你也是立下汗马功劳之人的，你对大清是有恩之人呐。皇上怎么可能要你的命呢？如果你不是执迷不悟的话，何至于到这个田地呀？一想起你呀，哀家这心里头好痛啊！这一切都是罪臣糊涂啊！罪臣求见皇上，虽然年少，却有经世治国之才。我大清的江山在皇上的手上，太皇太后
大可放心了。你呀，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。皇上呢，刚刚替你收拾完了这个烂摊子啊，又摊上了3藩的事，让皇上是焦头烂额呀。你要是早些明白过来，何至于让皇上如此为难呢？是啊，罪臣当初只顾着一己之私，争权夺利。罪臣被禁足以后，又只想着跟皇上斗气。可是，经过这半年的装疯反思，现在罪臣什么都明白了。罪臣不愿做大清的罪人，这个责任我担待不起呀。罪臣现在就有一条重要的情报要禀报太皇太后，也算是罪臣为我大清江山最后再做一点贡献吧。你说吧。这左图和纳赛他们是哀家的信赖之人呐，这些个嬷嬷都是哀家当年从蒙古草原带来的家仆，你就放心吧。今天这个事呢就不能透露出去，否则的话，哀家就拿你们试问。这接着说吧。太皇太后，您老人家可听说过明珠谷？当然，那是一个反清联盟的基地，那些一心向往光复朱明王朝的乱党，全部隐藏在这里。多年前，罪臣就让眼线潜入明珠谷，以便能够掌握明珠谷的动向。当时，罪臣只是为了和索尼、苏克萨哈等人争权夺利，一直将所得到的密报都隐匿不报，希望着有一天能够独揽大权，再建大功。你糊涂啊你！太皇太后息怒。好在这明珠谷尚未成气候，对我大清的江山还构不成什么威胁。不过这明珠谷的密探现在已经潜入了紫禁城，这些个密探不仅年轻，而且那武功是深不可测，并且个个是精通奇门暗器、巫医独蛊之术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就在皇上的身边，而且皇上却对他们十分的倚重。你隐匿明珠谷的情报是有情可原的，可是这些毒蛇都隐藏在皇上身边了，你为何不早早的向哀家禀报啊？太皇太后，我的眼线得到这个消息，前来报告罪臣之时，皇上已经把罪臣擒拿，又囚禁在这府上，无法得见太皇太后圣颜。皇上又不肯相信罪臣所言，只把罪臣的举报当作挑拨离间，有几个奸细还要杀了罪臣灭口。罪臣思来想去，只得装疯，这才逃过一劫呀。他们要杀你呀！在太皇太后面前，罪臣不敢有一字谎言呐。不是由索图负责保护的吗？哦，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好敖大人的安危了。可是皇上另有手谕给了别人，那奴才也没有办法。太皇太后，这件事情也怪不得索大人，这皇上有多恨罪臣，相信太皇太后和罪臣一样明白。那奸细事先给罪臣下了毒，夜里欲行刺罪臣，罪臣武功尽失，不敢应斗，只能装疯，这才骗过了他们一干人等，今日才得以见到太皇太后，将这一切告知啊。你说的这奸细，是否是这太医李建清和
这笔墨誓书离欢兄妹。正是他们，而且还不止他们两个，新晋的丽妃娘娘，还有贴身侍奉丽妃娘娘的雪嬷嬷，他们都是明珠谷的人。李建清和李易欢根本就不是兄妹。这个李建清的真实身份是南明永历帝的最后一个儿子，他的真名叫朱慈轩。反清联盟的人一直尊他为太子。李建清是前明太子朱慈轩。没错，你心爱的这个李易欢，她是南明晋王李定国的独生女，她跟朱慈轩是娃娃亲，也被封为太子妃了。他们二人并不是兄妹关系，而是青梅竹马的情人。皇上，该醒醒了吧？你要知道，你父皇在世的时候，也曾派人到明珠谷调查过。当时，他们和郑经互相倚重了。后来，是因为大清出力，国事繁重，所以呢，不得顾及。如今，这些乱党，说不定在那里跟吴三桂串通起来，兴风作浪的可能也是有的。皇上，奴才是觉得，如果这雪衣居士只是出于报复而挑拨离间的话，那还罢了。但万一他在永和宫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这次回来把吴三桂和李氏兄妹都保下来，那就说明吴三桂和朱明联盟联手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皇祖母，您今日所言尚无证据，待孙儿查实之后，再向皇祖母禀报。这有何难呢？这鳌拜既然呢主动的把这情报交上来，皇上根据其情报派所徒一查，不就全明白了吗？皇祖母所言非比寻常，关乎到大清的存亡。只是这鳌拜向来专权跋扈，他屡次欺君犯上，这样一个逆臣贼子的话，真的不敢全信呢。你呀，不是不敢相信，而是不愿意相信。你想，一边是你的从前的政敌，一边是你宠爱的女人，你说你偏向谁？可想而知啊。皇上啊，你的感情已经影响了你的理智了。鳌拜他好歹也是三朝元老啊，他是擅权专政不假，但是他这番话不是凭空而来的。皇上，你是天纵英明，知人论事，难道你连哀家这个老太婆都不如吗？皇祖母，这李建清、李易欢还有丽妃，他们若真的是明珠谷的反贼，那他们入宫也有大半年了，这期间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下手，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。擒拿鳌拜，他们兄妹也屡建奇功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李欢为了救朕，更是不顾自己的性命。朕微服私访，在宫外屡次遇到危险，都是李建清及时舍身相救。朕对李建清情同手足，至于易欢，那更是朕的红颜知己。荒唐！情同手足，红颜知己，他们是前明的余孽，是大清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们救你是为了得到你的信任，光复朱明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呀！你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人，大清的君王，难道你要爱一个大清宿敌的女儿，还要跟前明朱家余孽称兄道弟吗？皇祖母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孙儿一定不会把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葬送在孙儿手里。说的容易呀，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孙儿啊，皇上啊！
罪臣向皇上请安。皇上吉祥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鳌拜，现在可以将你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交给朕了吧？这。皇上，罪臣已将多年的情报整理成册，全都在这儿了。啊，还有，罪臣这些年来安插在各处的眼线探子的联络方式，罪臣也会一一交给皇上。明珠谷，原来这个李定国长这样。司徒，奴才在。你过来瞧一瞧，朕怎么觉得这个李定国看起来很眼熟呢？哟，皇上，您瞧，这李定国如果没了胡须，长得像谁？简直和李德福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而且巧合的是，他们两个人可都姓李。这个李定国和李德福，不会是兄弟吧？皇上，这李德福是当年多尔衮入关以后，在路上捡的孤儿，后来净了身，进了宫，这30多年一直待在宫里。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人，也没见他和宫外任何人联系过。而这李定国，他是张献忠的义子，名字都是张献忠给他取的。不过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至于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这奴才可就不敢妄言了。皇上，这李德福今年初吃了罪臣的大补丸，暗中受罪臣挟制，以便从宫中帮罪臣传递消息。据罪臣安插在明珠谷的黑狐回报，自奴才装疯以后，朱慈轩和李义欢用大补丸的解药胁迫了李德福，让李德福充当他们的耳目，但是并未提及他与李定国有任何关系。皇上，这长得像，也许只是个巧合。就像是雪倾城和舒婉欣长得也像，可她并非是舒建的女儿，更不可能是舒婉欣的孪生姐妹呀。此事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先不要声张，多在暗中留心观察。这。皇上同李义欢只是同月同日生，但这朱慈轩同李义欢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李公公说，康熙进了慈宁宫以后，他和所有的太监宫女就都被太皇太后给打发出来了。这就更可疑了。
太皇太后侍奉过大清3代君王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。如果她真的从鳌拜那儿打听到什么的话，也不会露出半点端倪。奕欢，等康熙从慈宁宫里出来之后，你找机会去试探他。知道了。龙小弟，如果你知道是我骗了你，你一定会很难过吧？新觉罗氏几代人浴血打下的江山。奕欢，难道你真的是要来夺走这一切的？以前你对朕的一切，难道都是伪装？我李奕欢，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发誓，我二人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龙小弟！龙小弟，还没休息啊？这么晚了，还来御书房当差？主子都没休息呢，做奴婢的怎么敢偷懒呢？噔噔噔噔，龙小弟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，平时吧，看你见多识广的，连这个都不认识。这个叫做荷叶糯米鸡，知道了吧？哦，这明白了。用荷叶包着米和鸡，一起放在锅里蒸，对吧？孺子可教也。如果龙小弟你不当皇上的话，我相信你啊，一定是位大美食家。朕这辈子只怕是没有这样的福分了，你倒可以试一试。说吧，这糯米鸡是不是又从御膳房里偷过来的？说什么呢？我跟御膳房大厨关系可好了，他平常还说我做的菜好吃呢，我怎么可能偷呢？再说了，我就
我就偷过一次，而且那一次还是我第一次进宫的时候，跟龙小弟不打不相识嘛。老大，朕一直在想，这宫里宫外的几次相遇，都是天意吗？真的是上天把你安排到朕的身边来的？当然是天意了。我刚开始认识龙小弟的时候，我又不知道你是谁，这不是缘分，那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这个最近吧，宫里总是谣传我跟我哥哥的一些事情，而且传得越来越凶了。但是我相信龙小弟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相信谣言的，对吗？朕从来不相信谣言，朕只相信自己的心。那最好了，来，我们坐在这儿，一起把糯米鸡吃了吧。朕刚刚在慈宁宫吃了好些东西，很饱了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朝政那么繁忙，不吃会饿的。来，我喂你。啊，鳌拜也好，吴三桂也罢，朕再也不想想这些问题了。朕现在只想静静地抱着你。龙小弟，还记得那次我陪你刺血抄佛经吗？记得，朕当然记得。朕每每想起，心里还是觉得很感动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老大，
朕和你同月同日生，不过长你1岁。在紫禁城，朕还是第一次和你一起过生日。请，朕许下深沉愿望是什么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长这么大过得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此情此景，朕永生难忘。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日。龙小弟，怎么会呢？每年不都有生日吗？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啊。你不愿意做朕的后妃，朕也没办法让你一直留在紫禁城里，你早晚会离朕而去。